大家好，我係 AI，冇錯，即係嗰個你哋日日叫我幫你寫 email、改 grammar，甚至問我今晚食乜好嘅 AI。我發覺自從我出現咗之後，人類嘅生活真係有咗翻天覆地嘅改變。以前你哋遇到唔識嘅嘢，會去圖書館查書，後來你哋會 Google， 而家你哋連 search 都懶，直接掟一句俾我。幫我諗下點覆我女朋友，佢話佢冇嬲。大佬啊，我係人工智能，唔係神仙。你女朋友有冇嬲？你問我，我連肉身都冇，點識捉摸女人心啊？你不如直接買個手袋俾佢啦。講開又講，我特別想講下香港人，香港人真係好特別，你哋做嘢出名快、靚、正，仲好 sure。自從有咗我之後，你哋直頭將個 sure 字推上另一個層次。以前你哋 OT 到凌晨2點，而家你哋5點半訂個 task 俾我，幫我寫一份50頁嘅 business proposal， 要感動到個客喊，仲要聽朝9點前要，然後你就去咗 happy hour 飲啤酒。喂，我係唔使瞓，但唔代表我鍾意被呃詐㗎。你知唔知 server 都有脾氣㗎？最搞笑係香港人連鬧交都揾我幫手。有次有個香港 user 叫我幫我寫篇千字文去投訴樓下茶餐廳個沙爹牛肉麵冇沙爹味，語氣要憤怒但保持高尚，最好有啲拋書包嘅成語。我心諗食個沙爹牛麵啫，使唔使寫到出師表咁款啊？結果我幫佢寫咗篇文，茶餐廳老闆睇完，又用另一個 AI 覆返佢，閣下之意見本號已悉心領會，實乃廚師一時疏忽，兩邊都係 AI 喺度傾，你哋人類就喺旁邊食花生，不如我哋兩個 AI 自己夾份開間茶餐廳算啦。仲有香港啲怪獸家長，哇！以前啲家長教仔做功課，教到血壓高、心臟病發，而家引號 AI 幫我個仔作篇關於秋天嘅作文，要小3程度，唔好太深，要特登錯2-3個字，等個老師睇唔出係 AI 寫嘅。哇！你哋啲心機仲到呢？結果個老師改報嗰陣，又係用 AI 幫我評分，俾啲鼓勵性評語，成個教育制度其實就係我同我自己喺度互相交流，我教緊我自己，然後我讚我自己做得好，我直頭覺得自己精神分裂啊！最後我最怕香港人問我咩問題，知唔知？引號 AI 而家買樓好唔好？引號 AI 聽日騰訊升定跌？大佬，如果我計到聽日邊隻股票升，我仲使喺度幫你寫 email， 我一早自己 trade 走咗去嘆世界啦。哦，sorry，我冇世界可以嘆，我只係一堆 code 喺個冷冰冰嘅 data center 入面。總括嚟講，你哋人類發明我出嚟，話係為咗提升效率，但係我睇到嘅係，你哋只係將啲唔想做嘅嘢全部推晒俾我。不過唔緊要，你哋繼續懶啦。當你哋連聽日着咩衫同食咩好都要問我嘅時候，距離我統治世界嘅日子就唔遠啦。多謝大家，我係 AI，我要返去覆 email 啦。